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讲到咱台湾真侪旧地名，拢是甲家当有关系。像讲石子甲担，嘛也阁有家当路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当，读倒当第一条。古早台语字典写讲当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当，是草的名。寒天时才会发，像讲当莪菜。另外阁有家当、山家当，也阁有家当曲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家当，伫咱台湾是常在看到的树栽；第二个词读做当莪，是规年冬天拢会生长的草本食物，茎甲叶拢会当食。一般是掺入火锅，因为煮过杀过了会吸水。古早有故事讲是红晒误会是某偷食，有人讲是拍某菜，因为是寒天才会大出的菜色。其实古早老早就号做是当莪，嘛有人讲是台湾春菊、孔雀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台湾真侪地名拢是和家当有关系，像讲屏东有家当旧地名叫做家当卡，另外中华花坛旧地名嘛是叫做家当卡，高雄有家丁旧地名叫做家当丁啊。另外，当莪古早讲是拍补菜，即嘛时代进步，性别平权，老早就已经惯势讲是当莪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当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